巨星集團好榮幸咧，可以咧同慕斯咧一齊合作，咁就簽咗代表權，直接咧可以將梳化啦、床褥啦，同埋啲家具咧直接咧可以運去做咗裝嘅。就帶大家嚟到世邦5樓呢一度參觀一下佢哋嘅展廳。而家咧，慕斯咧就做緊咧國家補貼政策，咁而套餐咧就34,800，攞咗優惠之後咧就係29,000，而呢一個52,000呢一個套餐咧攞咗優惠之後都係44,000，咁而套餐入邊可以揀選啲乜嘢咧？就係餐廳啦嗰個床褥啦，同埋呢一個嘅梳化。大家記住啦，4月13號之前先至有呢一個套餐優惠㗎。